安樂窩。我們的家一般可以分為客廳、飯廳、睡房、廚房、浴室等部分，裏面有不同用途的設備。家裏有各種電器產品，可以讓我們生活得更方便和舒適。我們應該好好使用和愛惜家裏的物品。安樂窩。我們的家一般可以分為客廳、飯廳、睡房、廚房、浴室等部分，裏面有不同用途的設備。家裏有各種電器產品，可以讓我們生活得更方便和舒適。我們應該好好使用和愛惜家裏的物品。